这搞啥？纯纯有要紧无？无啥要紧啊。医生讲伊的身体较虚，休养一阵就好啊。武贤，开期下晡你代表咱文艺部买一个单路去甲看一下。好啊，你会当等休困啊，爱注意营养，通伤忝。请问是顺顺小姐？我是，我是文碧的老爸。我先生你好。咱毋免加客气啊！我今仔来找你无啥物好代志，只是要甲你讲，请你以后莫接近阮文碧。我嘛知影你真有名，毋过阮后生的家世，甲你拢无共，你嘛甲伊无适配。我嘛绝对无同意你甲伊做伙。伊将来有足好的前途，但是为着你，定定无去上课。我希望你莫阁害伊，莫阁毁伊的前途，互伊安心去读册。吴先生，我从来都毋捌想讲要接近恁后生，以后嘛袂去接近伊。啊，毋过伊若来我的咖啡馆，就是我的人客，这我无法度管，所以请你倒去甲伊管掉，叫伊以后莫阁来咖啡馆。你若这傲慢，莫怪人讲手艺啊，毋知人见笑。什么叫做手艺毋知见笑？啊，你什么人？我是你的先生，你有啥物代志，你会当找我讲。但是不管你要讲啥物进前，你一定爱家己负实嘞。什么叫做手艺？伊毋是手艺，伊是歌手，是音乐家。还阁有，你凭啥物讲手艺毋知见笑？手艺也无害人，也无做歹代志啊。谁人讲毋知影见笑？你要讲啥我拢知影，你即马会当转去。纯纯，伊若有啥物做毋对的所在，我会甲教示。做啥？恁两个等于拢有练习吼。好，来，君君你先来。好。下舞单。来，停。啊，这可赞好啊，愈来愈认真啦。伊安尼吼，我想到一个人，啥？郑武贤啊。郑武贤？有啥物？还是甲郑武贤同款严格啊。吼，郑武贤哦，迄毋叫严格，迄叫刻薄。啊，规地哦，伊即摆甲郑武贤哦有拼个啊啦。无会啦，赞好啊吼，无会郑武贤啊遐歹。无忧愁，无怨恨，大树花已记存。大树花你敢会感觉这首调？袂歹。敢若是歌是转来吼？就来互你。听得出来啊，明明就是靠调。啊，啥物靠调啊？这甲关系哦，一点仔拢无共啦。我甲恁讲，这叫小调。
我会当挂保证，这甲歌戏一点仔拢无关系。你讲，是个，看来知。比第个好较济啊，但是会使搁较去体会迄个心情，好无？好，等因跟我联系，袂歹袂歹。清香啊，阿母，你哪来？啊，昨厝恁拜拜叫你转来吃，你也唔，只好今仔日甲你送来啊。多谢阿母。趁即阵无人客，紧食。哇，拢嘛你爱食的。清香啊，啊，迄大学生的代志是有影无影？当然嘛无影，莫听人白讲。啊，若无影，是安怎人时大走去病院，甲你恶用？迄是迄个大学生，伊倒去厝后白讲，甲我什么关系啊？人是大学生啦，咱配人袂起，你也吼莫甲伊哥哥甜啊。是伊咧甲我哥哥甜好无？我才无。我袂阁讲倒转来啦，啊你也袂少岁啊，嘛差不多吼，爱找人来讲亲情安尼。是安怎找人讲？我说袂晓甲你找啊。啊，你一苦推推，是要安怎家己找啦？人客来啊，你先回去啊，我带人阿妈食。好啦，啊，来食完了哈。すみません。失礼します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。お嬢さん、なんとなく見覚えがありますか？あ、そうだ、レコードに、あなたはレコード歌手の、あれ、美しい歌手は、ジュンジュン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ジュンジュンさん、あ、会いたい。私は白石と申します。コーヒー杯。はい。你是咧创啥？打海报啊？这是阮哥伦比亚咧打的呢。敢有啥名啊？你唔相信？你问头家啊。头家啊，即摆是安怎？我咪搁打遮袂使吗？头家啊，你若讲好哦，较早拢是哥伦比亚咧打遮的呢。哎呀，恁这两个少年超好啦！你什么人打我都无意见啦，哈！啊，恁两哪退啦？啊，这两支条啊，恁一人打一瓶唔就好啊？安尼有通冤哦。去迄边啊。哎，无啦，你也看卖啊，广告刊遮尔大啦，爸母等3亿才大字啦，你也看卖啊，啊，搁写你的名，你也看卖啊，有无？可以啊，有啦。啊，恁两个还袂走啊？啊，哦，要啦，等下哦，要去美国大遐录音啦，去人做伴奏啦。系啦。哦，啊，恁两个即摆就靠美去大遐食清就好啊，拢透冻啦吼。哎呦，无啦，趁钱咧。你看卖，你自由船啊，甲爸母等咧广告啊，囥做伙，哇，搁变大呢，真正有咧拼哦。啊你看吼，啊美国大甲哥伦比亚像伊啊。
这古伦比亚一定无拼面的啊。有影。你哪知啊？哦，等恁两个，即摆阁有遐算命咧，吼？无啦，啊，什么时啊算一个对无？哎呦，啊，大家拢讲哦，我的爸母等啊，哦，有够好听的啦，啊，迄等待落意思我嘛说较好，对无？来，出去啦，出去！啊，恁两个哦，看遐无嘛？啊，以后恁就去买头遐就好，免来我遮吼。有人无即个意思，大家兄弟啊，免，兄弟嘛免做啊！来。我请啉酒，我甲你回室内啦。免，我无要甲你啉酒啦，莫安尼啦，啉酒啊，无即个意思。啊，紧走啦！啊，拢你啦！即马真正靠屁股打一枪。我毋是挑故意的啦，哎呦！没有好，来聊，来这聊。俊俊さん，是啊，是啥？你先继续算，好。啊，你哪会知啊？我拄仔来拜拜，顺便行咧啊。啊，你只甲囡仔算哦？哦，无啦，啊，就住附近的囡仔啦，本来无熟悉啦，啊嘛唔知为虾米哦，因怎啊甲我耍的啦。可能你的个性嘛，甲囡仔共款。敢有？你若无代志，跟阮做阵佚佗啊！阮咧耍暗晡鸡，足好耍的哦。米娜，咱菜园内讲做伙佚佗好不？好啊！来。好啦，做阵耍啦，来，妹妹来。给不，我再讲。